先生后来甲阮领导吼，叫因一项非常感谢吼，感谢诶。 因为咱的新马吼，咱的新马咱代表着咱新尊，地位新尊吼，新马呢，咱来出发后面就是咱的炉主，今年炉主敬宗咱今年炉主吼，伊坐着咧马吼，坐3架马，非常难得吼，今年真好，互你来咱了事业发展吼。 我住喺第3日嘅咩啊？情況。